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11日，诗篇119篇50安尼讲：上主，你将你的律例命令阮，爱阮确实遵守。愿我的所行所做，确实有在遵守你的规例。3甲来祈祷，爱愿遵守你律例命令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公义的至高上帝，你是赏赐丰盛活命的慈爱天父，主啊！你甲海定着界限，予水无盘过你的命令。你定着大地的根基，予阮通伫顶面徛起。主啊！你所做的怎样遐尼济？拢是你用智慧所做成的，遍地满满你的丰富。主啊，阮要来高举你的名。主啊，你对阮应允讲，所行完全遵趁你的律法的，这个人有福气。主啊，你将你的律例命令阮，爱阮确实遵守。愿阮的所行所做，的确有在遵守你的规例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